萨前面讲到那个长地菩萨跟商主的女儿，还有那个500位眷属，全部等了7年以后呢，7年的时间即将过去时，诸天人告诉成地菩萨，现在还有7天把圣菩萨出定宣讲正法。于是他与500女众眷属一起去八圣菩萨将要传法之处，以游行隐秘的地方进行洒扫。为了不去回程，首先回程需要洒水时，魔王波旬使所有的水都不见了，魔王又嫉妒，然后就让他们水都见不到。长地菩萨便撕破自己的身体的所有的脉管，用鲜血洒地压成。商主之女和500眷属也刺破各自身体所有的脉管啊，把血压沉，致使第10天王将所有的血用天际的红毡毯加持。那个长地菩萨的故事里面，说他们把这个刺破自己的脉管，然后把所有的怎么说呢？回程都是用那种他们的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血来把他们压成的时候呢，那就整个的这个地图变成红色的。也这样故事，因为这个为什么变成红色？血本身也是红色嘛，但是从我们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自己的血不是很干净的嘛，那么就是血是很不干净的，所以就以这样做的时候，好像是对也不对，你这种的概念也会有嘛，想法也会有嘛。但是我们一个修行人，总的来说的修行人也是有很多的这种修行的障碍。但是如果是坚定不移的修持的情况下，一切障碍都是最后变成你的真正的修行的帮助跟修行的条件。所以就是长地菩萨前面他就找不到买他的身体一样的这个找不到的原因也是魔王波旬他去嫉妒他障碍他嘛，对不对？但是到最后来说的话，他就是得到比前面想要买身得到的这个更多的，而且是利益了那么多的众生一起，他自己为了勤法，为了求法，这个同时也是有那么多的众生一起跟他那个勤法，所以也是得到了这么殊胜的一些功德。从他的缘由来说的话，如果是那个魔王没有障碍他的情况下，也许可能是有人买他的身或者什么的话，也是不一定得到比这个更殊胜的功德嘛。但也是把这个障碍也是最后来说到就是没有变成障碍。同样的，刚刚就是他找不到水的时候，他就做到更大的功德。他如果是有正常的有找到水的情况下，那他们就是会用水来压成这些这个灰尘，然后就是地上都是洒水，洒水的时候呢，就是地清干的时候，就是灰尘不会飞起来嘛，所以这样的用水来做的话，当然也是有功德，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要勤法，那么在讲法的这个场地上做这样的一个布置跟打扫，那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功德。但是当然没有想要自己刺破身体的脉管，然后就是让身体上流出血，然后就把它这个当作水，当然没有这样的功德，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魔王波旬没有在障碍的情况下又没有这些功德，但是实际上一开始找不到水就是一个障碍，但是最后他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心去做的时候，那就变成更大的功德。然后第10天也看到了，哇，他的这个发心非常殊胜，所以他把他们的所有的血都是把它就是加持成为变化成为就是红檀香的这个
天津的红天象的这个水，所以整个的地图那一块整个的地图变成红色的，有这样的故事。但是这个法性菩萨当时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也有传说，就是现在的这个四川成都昌地菩萨及其眷属是指狮子座然后就这里就是怎么说呢，八座的名字，狮子座就是八座所以我们从这些里面，我们能够可以要理解的部分来说的话，就我们修行的时候遇到各种的这种障碍跟各种这些不顺利的这些违缘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低头我们必须得要坚定不移的修持的话，一切违缘跟一切障碍都变成修行的这种怎么说呢？那个支具不变成修行的方便法嘛，所以非常殊胜的。我们修持的当中呢，就是本身就是有很多道用的修持方法嘛，一切就是相当就是五度道用、嗔恨心道用然后就贪心道用等等各种各样的，我们就是道用的方法，这都是非常殊胜的。我们就是遇到一些不健康的障碍，那也是要去作为道用来修持。那么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修持的路上的，就是修行的一个工具来，把它好好的道用起来的话，那都是非常殊胜的。总而言之呢，就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心是很重要，有坚定的心继续修持的话，一切障碍都是到最后从一切障碍里面，我们是会顺利圆满的，能够可以修持成就的。一切成事圆满之后，法身菩萨入座，先讲了智慧波罗蜜多，长地菩萨听闻后获得了600万禅定法门，面见了无数佛陀，从此以后在梦中也不离面见如来。据说现在长地菩萨在妙音无尽如来座下，同样大智者那罗巴一指帝罗巴尊者时，也经历了千辛万苦，即如前面所说的帝罗巴尊者以乞丐的形象安坐时，那罗巴上前拜见后，请求摄受，帝罗巴尊者最后答应了。之后，他无论到何处，都带着那罗巴，但一直为传法。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前面就是有那个帝罗巴跟那罗巴的故事，可能很多人也是知道。那么这里面也是有提到一日，帝罗巴尊者带那罗巴到一座9层楼的楼顶，他们两个在一个9层楼高的一个楼顶上。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尊者说，依照上师言教行持，不知有没有能从此楼顶跳下去的。那罗巴想，这里没有其他人，一定是说给我听的。于是他从楼顶纵身跳下，几乎粉身碎骨，受了无量的疼痛和痛苦。上师来问他，那他这样跳下去的时候呢，就肯定是不能动嘛，就是在那边。那上师下来问他，就是说痛吗？他回答，不但痛，而且简直成了尸体一样。帝罗巴尊者做了加持后，他的身体恢复如前。那么这个他的真正的故事里面呢，并不是说帝罗巴尊者帮他做了一个加持，就马上他的身体恢复像如前一样，不是这样的，就是要相当于是经过正常的一个时间来让他的身体，让他的伤最后就是就恢复了。但这个过程当中，就帝罗巴尊者问他说痛不痛？这个时候也是安慰了他他也说为了求法，就是这些不算什么，所以你要坚持。
那么就是纳鲁巴也一样的就坚持到最后也好了，好了以后又是讲那个下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里面一看到好像上师马上加持一下，就他马上恢复了，就像长地菩萨的故事跟这两个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自尊自恋着光